各位老友記，咁今日咧要講下藝人吳日賢嘅近況。41歲嘅吳日賢早幾年同圈外嘅男友阿 Barry 就結咗婚，咁啊生埋3個小朋友。去年仲舉家搬咗去英國嗰邊生活啊，咁啊本以為係安樂嘅日子啦，點知近排啊可謂麻煩輪流到，年初就被爆爭餐廳嘅設計尾數啦，而家又同餐廳嘅業主有拗撬啊，仲特登咧喺 IG 拍片開腔，咁啊真係冇得停啦。雖然吳日賢今年嘅5月喺英國雷丁鎮開咗間新嘅餐廳，咁啊當時佢都仲好有信心話簽咗18年合約，點知開業未夠半年就同業主反面啦。佢喺條片度話，其實喺5、6月裝修嗰陣，業主已經開始搞小動作，突然 send 個電郵過嚟，話佢啲裝修工人整到成個地方烏煙瘴氣，仲附帶幾張相做證據，直接呢就整咗個114磅嘅清潔費單過去，咁啊折算港紙都差唔多1163蚊噶。講到呢度，吳日賢就有啲火滾，佢就話啦：我逐張去睇真啲，心諗如果真係我啲工人搞污糟，咁啊梗係唔會推卸啦。點知睇完一輪，一粒塵都揾唔到。最離譜嘅係啲相拍根本就係大街，同佢間餐廳有咩關係呢？咁啊，仲直接將呢位業主啊就封為 Mr. Trouble， 話咧要開個節目咧專講佢嘅偉績，認真搞笑又無奈。其實吳日賢從歌手轉型做餐廳老闆，仲要喺外國重新起步，真係唔容易。今次114磅雖然唔係咩大數，但搭加之前嘅尾數風波都夠佢頭痛啊！咁啊，而家業主方面仲未出聲，究竟呢場清潔費之爭點樣收貨呢？我哋會繼續留意噶。講開又講，好多人移民或者喺外地創業啊，都會遇到水土不服呢個情況。唔單止要適應生活嘅習慣啦，連同當地嘅租務規矩、人際相處都要重新學過。吳日賢夠膽係公開講出自己嘅煩惱，其實都提醒住大家，無論喺邊度打拼，遇到唔合理嘅事唔好怯。不過簽合同、做記錄呢啲細節都要做足啊，避免日後有更多嘅拗撬。畢竟在外靠朋友，更加要靠自己謹慎，先至可以走得更加穩陣啲。